好高興呢，又同大家聽眾見面啦。今日個講題呢，就叫做行為經濟學與星相學的市場運用。咁先講下行為經濟學先啦。傳統嘅經濟學呢，假設個人或者單位呢，就佢哋都係合理嘅，作出決定嗰陣時，就係以最大利益啦為依歸啦，會衡量得失啦咁樣。近年呢，經濟學家同埋心理學家呢，有回流嘅趨勢喎，因為發覺呢，心理學家呢，就發覺原嚟呢，我哋人類作出決定嗰時呢，就唔係24小時經常都係全部理性嘅。有時係非理性嘅，就可能咧受到一啲咧心理嘅態質或者係陷阱所影響嘅。行為心理學咧發展到而家咧，直情運用喺好多地方啦，包括喺即係行為經濟學啊，係公共政策啊，甚至係金融經濟市場啊，都會有用到嘅。咁其中咧有一個概念咧，就係、叫做錨定效應啊。錨咧即係咧拋錨啊，啲船拋錨啊。其實咧就咁解嘅，啲船咧行下咧就拋錨噶嘛。拋錨嘅話，其實錨嘅作用就係固定個船，等個船唔好喐嘅。咁呢個錨定效應咧，就係個中心點，就話啲人啊，好多時咧面對新環境或者見到啲新事物，衡量新事物嘅價值，作出決定嗰陣時咧，就好受佢之前相同或者類似嘅嘢咧，作為一個考慮因素嚟衡量嘅。例如啲人買新樓咧，如果佢錨定效應係強嘅話咧，就好受佢之前嗰間樓嗰個價錢咧影響啦。但係咧，當然咧，個人個錨定效應咧，即係被錨定效應影響咧，就有強有弱，個人唔同嘅。咁咧，我就喺呢度咧，就可以運用呢個錨定效應啦，即係行為經濟學嘅，同埋咧占星學嘅星座四分法咧嚟綜合運用喎。點樣咧？星座有12個啦，一般嚟講就會分開4樣嘅，土啦、水啦、火啦、風啦咁樣。根據嗰個受錨定效應影響嘅強度咧，最強咧就係土象星座嘅。土象星座有邊幾個啊？如果識星座或者占星學朋友一定識啦，摩羯座啦，本位土象啦，有變動土象啦，即係呢個處女座啦，同埋呢個係固定土象啦，就係呢個金牛座嘅。水象咧有巨蟹座啦、天蠍座啦、雙魚座。火象咧有獅子座啦、白羊座啦、人馬座。風象就係雙子座、天秤座、水瓶座。咁咧，你哋做一個市場調查，如果想了解市場嗰啲顧客嗰個錨定效應強與弱咧，可以做到個運用呢個星座。咁你可以點樣？就做市場問卷嗰時咧，問埋啲顧客，即係除咗你問你一般嗰啲商業嘅資訊啊、年紀之外咧，問埋佢星座係乜嘢。咁咧搜集咗資料之後咧，就可以 plot 一個 graph 或者嗰啲叫四域圖啊，即係咧東南西北咁樣啊，睇下畫完之後咧，睇下嗰個方向嗰個形狀係偏向邊邊咁樣。點樣標籤咧？咁樣啦，如果佢係土象嘅，咁你如果拍 graph 咧，你就可以話佢係4。咁呢個咧就係嗰個錨定效應最強嘅。如果係水象嘅就3，如果係火象嘅就2，如果係風象就1。咁你可以 plot 一個 graph 或者睇下啲指數。越高嘅咁即係話偏向咧
水象或者係土象啦。咁嗰個錨定效應就強啦。咁你哋作出嗰個價錢確立嗰時咧，就要小心啲咯。因為佢哋如果強嘅話咧，就會根據依啲顧客之前佢哋可能買嗰相同嘅東西嗰、個或者係審美標準啊，或者係嗰個先前之前嗰樣嘢個過去嘅歷史咧影響啦。咁可能咧，你哋作價嗰陣時咧就唔能夠太高啦，或者因應翻佢哋之前佢哋中意咩款式嚟加以衡量啦。咁所以咧，呢個星座學或者星相學咧，再加埋呢個行為經濟學咧，就可以綜合運用咯喎。咁啊，做市場學嘅朋友啊，或者係經濟研究嘅朋友，不妨可以咧參考下呢啲融合咗最新嘅社會科學或者係商業研究，加埋一啲神秘學，例如係星相學咧，一齊研究嘅話咧，可能有啲新嘅發現，或者係新嘅指引，幫助咗你哋商業決策嘅。咁啊，今集又講咁多算啦，短短地，下集再見。